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 Angel，今日同你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牛馬遊戲：矽谷大廠如何馴服工程師》。先請你想象一個畫面。矽谷某科技巨頭嘅辦公室，凌晨2點仲係燈火通明，一班頂尖嘅工程師唔係喺度打機，而係喺度通宵修補漏洞。不過佢哋嘅狀態就真係好似打緊機咁，有人為咗喺開發排行榜上面超越同事而熱血沸騰，有人為咗小組補給而主動捱夜，有人為咗刷任務、收集廢賬，連週末嘅假期都唔要。要知道呢啲人年薪喐啲幾十萬美金，完全有能力拒絕 OT， 咁點解佢哋仲會咁投入，甚至有啲沉迷呢？中國學者吳同宇深入觀察呢啲工程師之後，發現呢一間公司將成個工作場所都變成一個巨大嘅遊戲場，而呢一啲嘅遊戲唔係娛樂或者團建，而係深度陷入日常工作嘅管理工具。呢個就係書裏邊所講嘅牛馬遊戲。呢一本書一推出就引起廣泛討論，亦都獲得多位社會學家同人類學者嘅推薦。作者吳同宇係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博士，現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。為咗研究呢一個現象，佢花咗13個月，深入矽谷某大廠，進行咗100小時嘅現場觀察同埋66次訪談。呢一間公司亦都被視為矽谷科技企業嘅縮影。佢發現多數嘅工程師從小喜歡玩遊戲，對於編程熟悉，亦都容易接受遊戲裏面嘅冒險、挑戰同埋排行式嘅競爭。公司嘅管理者正正係捉住呢一個點，設計出各種遊戲化嘅工作方式。作者將佢分為4類：模擬遊戲、競速遊戲、眾包遊戲同埋整蠱遊戲。佢哋交織埋一齊，構成一個以效率同埋創造力為目標嘅遊戲場域，令工程師們更加投入，更加願意自願加班。你可能仲記得我哋之前講過嘅嗰本高效能法則，書裏面提到一個令效能提升嘅關鍵方法，將工作或者學習遊戲化，好似幫自己設定一場限時挑戰，設定獎勵機制，或者將自己想象成為一位探險者、尋寶者，將日常嘅任務當作係一場冒險。呢一種自發嘅遊戲化確實係令人更加有動力。不過如果情況調翻轉，唔係你自己想玩，而係人哋設計好一套遊戲等你去玩，你提高效率呢？當你進入嘅係一個其他人規劃好嘅遊戲場，而目的只係等你可以更加努力工作，呢個時候遊戲化就唔再只係提升效率嘅工具，而係變成一種潛移默化嘅管理手段。咁亦都係我點解對牛馬遊戲呢本書特別覺得有興趣嘅原因。呢本書可以帶嚟乜嘢啟發呢？我覺得可以從2個角度去睇。第一，如果你想了解而家嘅矽谷大廠係點樣提高員工效率嘅，書裏面有大量嘅真實案例同埋細節，呢啲設計確實有唔少值得借鏡嘅地方。無論你係領導一個團隊，定係想提升個人嘅效率，呢啲方法都可以提供啟發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去講，如果你係對社會變遷有觀察意識嘅人，呢本書揭示嘅亦都唔只係一種工作方式，更加係一種時代嘅現象。 AI 加速發展，科技行業劇烈變動，我哋嘅工作形態正係喺度轉變緊，而遊戲化嘅管理可能就係未來好多職場嘅常態。咁樣，當工作變成遊戲，公司變成遊樂場，我哋仲可唔可以保有主動權呢？喺享受工作嘅樂趣之餘，係咪仲可以掌握自己嘅節奏同埋生活？而家就等我哋一齊行入呢一場發生喺大洋彼岸嘅牛馬遊戲。作者調研嘅呢一間矽谷科技巨頭喺書裏面被化名為巨獸公司，佢係一間跨國科技企業，旗下有知名網站，亦都涉獵硬體、網絡基礎設施等等嘅領域，同成個科技圈趨勢一樣。呢一間公司員工年輕，平均只有31歲，組織扁平，架構靈活，內部重組頻繁。喺跟住落嚟13個月嘅田野調查裏面，作者主要觀察嘅係電商部門下嘅安全管道組。呢一個小組大約60人，負責8個項目，分由唔同嘅團隊推進，譬如巫師團隊、騎士團隊、刺客團隊、遊俠團隊等等。呢一啲嘅名之後仲會再出現。作者關注嘅重點係軟體工程師，佢哋大多出身於1979年至2000年之間，亦都係電子遊戲產業迅速發展嘅時期，被稱為玩家世代。好多人自稱係遊戲迷，甚至係因為中意遊戲先至學編程嘅。佢哋嘅生活幾乎就係遊戲嘅延伸，收工一齊打機，返工將工作當係遊戲，甚至乎角色都撈埋一齊。譬如騎士團隊嘅負責人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，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，超過300本讀書精華，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，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。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